快啲偷偷叉低佢。最近因為拼多多可以免費包郵到屋企，我又開始瘋狂買啦。同時都介紹咗5樣嘢係拼多多必須要買嘅嘢，即刻同大家一齊開箱啦。喺介紹之前，大家睇片記得 click 廣告，即刻抽88蚊禮券組合，咁就抵上加抵啦。第一件就係3合1磁吸無線叉電器，佢唔單止一放低就可以叉到電話、手錶同埋耳機，仲可以隨時拆落嚟當尿袋咁樣帶出街，一物兩用，連同帶上飛機都冇問題噶。第二件就係便攜式烘鞋器啦。香港嘅雨季又嚟啦，有時候落大雨真係淋到傻噶，連對鞋都濕晒。只要放一個迷你烘鞋器喺台底，靜靜雞開暖風，極速烘乾兼除臭，對鞋即刻乾爽翻晒。第三件就係呢個洞洞版雜誌架啦，呢一款係洞洞版同埋雜誌架嘅完美合體版，最方便佢側邊呢就自帶洞洞板，可以自由掛筆筒或者小層架，鉸剪同邊帽紙都有專屬嘅位置，連鎖匙都可以掛埋，真係超級方便同慳位噶。第四件就係 notebook 嘅散熱支架啦，入得低頭對住部電腦，搞到又肩頸膊痛又寒背，開多幾個 program 部電腦仲熱到辣手，即刻用佢托高視線，一秒拯救肩頸。最屈機係佢自帶一個靜音嘅風扇，幫部電腦降溫之餘，做嘢都順暢啲，唔驚怕嘈親同事。估唔到呢個散熱支架都可以包郵到香港啦。最後第5件就係呢款韓國復古藍牙嘅無線 keyboard， 用佢圓碌碌嘅掣打字啪啪聲，真係好有手感。最正呢個 keyboard 係自帶卡槽，可以擺電話或者 iPad 直接擺上去，又可以藍牙拎落部 iPad 同埋電話度直接打字，幫你慳翻錢同埋位置，特登去買個電話架或者 iPad 架，一個 keyboard 就搞掂晒啦。唔知道呢5款你最中意邊款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聽你最想買嘅產品1到5號啦，咁我親自 DM 條 link 俾你，等你慢慢揀啦。